主后2025年8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先知的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下卷》第7章第19、29节。现代台语圣经《撒母耳记下卷》第7章。王住伫王宫，上主予伊无受四围对敌的搅扰，享受太平。王对先知拿单讲：你看，我住伫辟香茶的宫殿，毋过上帝的约柜踮伫布边。拿单对王讲：你想要安怎就通去做，因为上主甲你同在。迄暝上主的话临到拿单讲：你去甲我的仆人大笔讲，上主安尼讲：你真正要去圣殿，互我大是无？对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，我毋捌住伫殿里，拢一直住伫布边，也是会幕，甲因做伙行煞。我甲以色列人同行的时，检捌对倒一个以色列支族的领袖，就是牧养我的子民的讲：你若无甲我去辟香茶的殿，那你就甲我的仆人大笔讲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对牧场拣调你，互你无过饲羊，是要互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你无论去倒位，我会甲你同在，消灭你面前所有的对敌。我一定互你有大名声，亲像世间的伟人遐尼出名。我要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准备一个所在，甲因安顿，互因徛起伫家己的所在，无过受搅扰，无过亲像早前我命令士师管理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时代，受凶恶的人欺压。我要互你脱离一切的对敌，得到太平。我阁宣布，我上主要建立你的王朝。到你的血收满，转去你的祖先遐的时，我要选立你的后代，你的亲生囝来续接你，阁要互伊的国稳固。伊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我要坚固伊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伊若犯罪，我要用人的拐，世间人的鞭，缉毒伊。毋过我的慈爱袂离开伊，袂亲像我互慈爱离开我所弃杀的扫罗。你的家甲你的国会永远建立伫我的面前，你的王位会坚固到永远。拿单就照上帝启示的话，拢甲大笔讲。大笔王就入去会幕，坐伫上主的面前讲：至悬的上主，我是啥人？我的家算甚物？你竟然带我到这个地位！毋若安尼，至悬的上主啊，你阁眷顾你奴仆的家的将来。至悬的上主，这减是一般人会当拄到的代志。至悬的上主啊，你的奴仆你上清楚，我还有甚物话通讲？你有做这的大事，搁教导你的奴仆，这拢是因为你的应允，照你的旨意。至悬的上主啊，你真伟大，照阮所听见，无一个会当甲你比，你以外无上帝。世间减有一个国，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。上帝，你有救赎因，互因诚做你的子民，互你家己得到荣耀。搁为着你对埃及解救出来的子民做大搁通行的事，将列邦甲遐的神明赶出去。你有建立以色列永远做你家己的子民。上主啊，你搁做因的上帝。主上帝，你对你的奴仆甲伊的家的应允，愿你照你所讲的实现，互伊永远稳固。原人
永远尊重你的名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是伫你以色列的上帝，佮你的奴仆大庇的家要伫你的面前建立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啊，因为你有启示你的奴仆讲，我要建立你的王朝，所以你的奴仆好胆用这个祈祷对你恳求。至悬的上主，只有你是上帝，你的话真实可靠。你用这个福气应允你的奴仆，但求你欢喜赐福你奴仆的家，互伊伫你的面前永远稳固。至悬的上主，因为你有应允，愿你奴仆的家对你得到福气到永远。先知的话。大笔一时兴起，先知拿单讲伊家己带点品香茶建造的宫殿，上帝的约柜却囥踮布边内。拥有权力的大笔检采上留落记号，具有纪念性的事工也是建筑物。若是安尼，建造圣殿毋简单，会当荣耀上主，搁较会当向所有人宣耀家己。先知的职分是传达上主的旨意，主要的事工并毋是预言将来的事，是要甲人讲还未发现的问题和刻意避而不谈的代志。先知是以色列国家政治体系内面道德的元素，往往徛踮君王的对立面，会对君王泼冷水，甲君王唱反调。这也是先知受讨厌的原因。不过，先知若甲君王交结做伙，无搁再抵抗权力游戏，反倒暗砍君王的无公义，无做信仰良心的谴责，就会互君王搁较骄傲和贪婪。看若像符合信仰的行为，其实常常暗藏危机。袂输只要套用上主同在，一切就会当合理化。十条诫中的第3条清楚讲，毋通滥删称呼我的名。实际上是指人千万毋通将家己的意思冠伫神圣的名。不时听见一寡教会也是信徒宣讲家己经历神热，其实只是甲拄好发生的代志看作是上主的作为，将之渲染做胜利，按照家己的想法解说圣经，甲上主简化做超自然的神秘力量。古学者克劳斯科赫讲过，受神秘力量所吸引是智能退化的定调。这种信仰并毋是相信，是迷信。强调祈祷了后的神热，敢若是想要彰显家己的祈祷得到垂听有力量，甚至认为只有神热才会当证明上主是真的。今仔日的经文叙述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：过去特别面临重大事件时，拢有等待和祈祷。伫实际掌握权力了后，无论迎接约柜还是兴建圣殿，却拢无求问上主。当人固执家己的见解，就听袂入上主的声音，甲任何反对的言论，也无反省的能力。也就是讲，上主毋是毋甲大笔讲话，是伊选择无要听。先知单刀直入，拍破人的自满和错觉。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先知讲的话也毋是人所爱听的，特别就是想要兴建圣殿。先知拿单必须
扮演讲真实话的角色，压花错误的热情。先知是互上主赋予使命的普通人，伊并无特殊的能力，只有忠心传讲上主的话，带来神圣观点，翻转强化思考。先知的话语并无怨念，是为着拍破人对上主虚幻的想象，避免人将上主偶像化。伫咱心灵深处，存着崇拜壮丽辉煌的试探。先知的直言是要互咱听见上主的话，咱是毋是愿意聆听迄互人无爽快，却对生命有利益的话呢？默想，谁是我生命中的先知？先知所讲的话，一般拢袂介意听。我是毋是愿意聆听甲我想法截然无同的言论？谁是我生命中的先知？先知所讲的话，一般拢袂介意听。我是毋是愿意聆听甲我想法截然无同的言论呢？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祈求你赐予我智慧，通好互我聆听你的话语，搁辨明真理。求你为我指引方向，通好互我拍开心，接受指正和修剪，通得履行你吩咐的话语，行伫正直的路。愿你互我伫你的话语中得到安慰甲力量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新心灵，拢永行平安。